受伤害，唔应该了解，唔所有誓言都会改变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唔像头摆。默默爱会唔会改变？唔改变，用心去听心中的声音，一定了解，会了解，所有的梦都会唔惊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行经呀。真经迄敌人敌面不敌心，无才硬同佢做兄弟的，无想到迄本人歹落做贪贷的，阎王！硬要强用啊，本上啊，我对佢印象哦，要做得啦。我知道佢迄高勇亲好嘅声音，慢眼点哦，也送没哦，木主唔伫骗我那位戏咧，气死！素妹，硬同佢做西龙的休闲嘢冇？我拢讲法，从俺个新地度啊，做咧做下西龙的，请你该听听啦。安子谁啊，宝梅？小姐啊，乡下地方只有水喝哈，海色。我想启赞他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我想，会不会是因为他爸爸的关系啊？哎呦，凯琳啊，你真的是人太好心了，还帮那个家伙讲话。要不是他跑得快，我一定把他打到鹅青死。好啦，有种的啊，他应该也很为难啊。英菲啊，你有问题啊冇？唔通佢迄情敌呢？佢汉电影也后背哦，对人脚撞见啊。不是按用讲的。嘿，嘿矮哦，俺就变成双刀火鸡桶，给你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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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啊，你好诶呐，双刀火鸡的骑游种，给勇死哦！你迄慢哦，当年伫咧战哦，战手战好，巴结。佢家都冲人嘅真嘅用诶，俺用看得出来。来讲哦，无年节啦。迄啦，无年节啦。吃宵夜，总得慢人无年节。去粮食哦，2只副产母诶，总得要鲜鸭杂、鸭鸡杂，鸭杂汉酱乌做嘅，我鸭杂出来手做嘅。点啊？拢讲嘛个？徐先生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哈。君子，还没君子啊，还淑女。哼，淑女。拢讲。淑女黑鸦片鸭杂。是有种。听佢说，好行啊！
经一笔，你就听听那行。爸，唔个言事哦，迄只田螺听来吼，无嘛看到伊听说有念的。念咩吼？迄个无按用念啊，阿爸电都无关系哦。爷咧？念咩人哦？哦，其实个老家唔生神啊，爱吃都爱骂哦。 你还卡下给你？唔是说就唔系廿尾老人细心咧，你还讲来咧，伊当然听啊。真的啊？有感觉到上摆阿爸起无讲你无？当然袂喏。虽然讲哦，从细到大哦，俺就伫啊，人家记性动人吼。 唔好去前一步哦，人家讲嘛，个人就谈唔落去，比个杀条行空啊！阿爸条丝问你，你还真正按样讲。我无了下讲，安那用时间讲啊？不过还是一听的啦，了下阿爸无像前一步安样的。还真正迄错怪因费了基金费咧。嘿啊，计基金费哦。 真见到太行做的动多的事情，厝摕某一份个插头本人买走，照上照下这个想办法，还有去留个插头申请估价要监听。我操喏，上摆去监听的人哦，应该来过插头的呢。你研究应该就会有好消息吧？基金费做到按度施行，我用全唔值喏。 无想过啦爸，这样时人你从较无强用啊，人家讲嘛个都能谈唔落去啊。我帮你带了什么？你最喜欢吃的绿豆汤哎，我特地帮你煮的。最近忙坏了，你需要好好的补一补。凯琳，其实你不用帮我煮绿豆汤啦。我有话要跟你讲哦。英辉。 我跟你一起留在基金会工作，好不好？海玲，你不用这样子。那就这样说定了。等我回台北之后，我就把工作辞掉，然后我再回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工作。海玲，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子。台北之后，我就把工作辞掉，然后我再回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工作。凯琳，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子啊，你不需要勉强你自己，真的。我没有勉强自己啊。这样下去，我们只会更不快乐。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了。为什么没有办法？
就算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的话，我们最后还是会分开。是不是小燕？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知道的。是不是他？是不是小燕？这是我们存在很久的问题。魏如小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我刚才拿出来用的。不是啊，我还没有用过，我刚拿出来而已，新的。谢谢。没想到你人看起来傻傻的，可是还不错。没有啦。像你这样的女生会哭很奇怪哦。不是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男生看到像你这样的女生，应该都会觉得很心疼。要是他也跟你一样这么想就好了。你是说因为哦？我们在一起7、8年了，我是真的想为了他改变我自己。可是感情这种事，也不是说你改变自己，整个都会很好啊。可是就也不能勉强嘛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好累，我也好想放弃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。谢谢你的毛巾。不客气。阿邱总啊，有新的来冇？人家神唱同歌忙啊，你看你冇笑冇事啦。你是北漂没啊？哈？对整个头啊都昂昂的个笑啊！哎，冇北漂啦。头啊都弯啊，弯啊啦。阿妍呢？邱总。相成的呀，来做乜嘅啊？阿妍呢？做嘛？邱總，笑，唔記得上拜講過喲，看一擺就收一擺。哎呀哦，陳義在，老愛做戲。笑啊！你哋冇本人啦。這樣就通愛講啦。我見老外爸講過嘅，唔可以賣茶條嘅啊。老到我哋還要再信哦。係咪？笑啦！你哋唔會講兩擺啦，還本片，老愛做哦。地海哦，本來手把温柔盤到啊，順川水。你會做冇？叫老愛做，做。講我犯人，哪有面上來啦？阿邱總啊，做乜嘅啊？笑啦！阿妍呢？上來，就迄老二啊，就恐嚇，迄老插頭邊都顧切吧。老愛笑就錯啦，就上心笑啦，妍呢？笑。
唱得上心爱。走，不是讲安道。走啦，走啦，走！天嘞，唱得上心爱。走啦！我可能走。你用了吗？叶总啊，伊讲的敢有影？我唔要帮伊怪两摆啦。毋过伊讲的胃冲真的哦。我同讲啦，亚种人啊，心唔得啦。吃饭呐啊！搞到是搞到对喂，哎，没错哟，你好食。外地呀。这菜还磨面皮呢，就有人还可以坐在这里吃饭，好像不关自己的事一样。耀松，启善真的帮我们很多忙哎，而且他做了很大的牺牲。嘿，凯琳，你也不用这么好心好不好？还给这种人骗。啊，要是有堂讲哦，我是有听说哈，哎，财团呐就没有要买那个车站呢，嘛用滴啊？啊哦，那遐群众啊，有嘛个事情也唔知啊，也没是伊傻批哦，哎，阿英飞啊，来来吃饭，按度吼，来，太家，哎，也有一个好消息吼，爱老太家讲啊，哎，去查条吼，已经通过3级固接嘅监听咧，唔免再搁本人买这位啊。哎呦，安好，我看一下，来演嘞，见面嘢嘛？见本人咧啊。见面拿到嘅？系啊。啊，等下要看啦，好，先吃饭先。哎，先吃饭啦。啊，好，阿英比，来吃饭吃饭。看那是阿英的呀，是啊，暗吼，那饭不你先呢？哎，吃饭呢？小燕呐，对他极温柔嘞，拿饭给他吃，佳佳哦，我舌头出来吧。真的。你用啥地料理啊？无你就错。对他有喊吗？用喏，马该死啊！来抢你啉咖啡。有一些事情想要让你讲。你来等下哈，我去拿个东西，好。我本来把吃条路诶。马个，你他妈讲马个，你再讲个一遍。冇啊。有，你他妈讲，你公司的头本哪把吃黑的？其实也冇嘛该啊。你们是谁吗？我你我唔讨厌笑喏，你爷爷个查查咩？你牺牲安太，更加公司的头路本哪把吃黑的，连两只牙管还嘛团呢。讲了冇错，我俩好好全部都冇诶。
这蠢到哦，给咱破防咖啡啊。无，唔免唔错嘅。错？做唔错嘛个？你老係講係做得改啊？唔免，唔是緊張。我意思唔係講唔做唔錯嘛嘅，我係講唔上唔錯嘅。其實唔係正經嘛嘅攏無，嘛咩搶存到火風咖啡。我係用愛等啊，係用愛等下的朋友，我哋還是當做係朋友嘅。真嘅？從頭班按用新戀愛。當然。點麼？所以以錯就能改。其實我哋親歡喜，人本身係善良嘅，唔免人懷疑你，乃錯哪吧？其實我爸也唔係壞人啊，佢青島係隻無黑嘅報茶米啊。但是你哦，我應該安尼批評哪吧？唔係啦，唔可以變到程度就好。真嘅，咱當做朋友。當然，好朋友。这次设计，我想尽量保有这房子原本的样子，我没有做太多的变动。像上面这个是刻意留下来的，是不是？我想多一点植物，让它保持有一点绿色的感觉。还蛮古朴的。你阿媽嘅東西啊，本來看一下呐。做唔得。看一下就做唔得的。你要看好你咧，真瓜數。我看咯，對家下一隻就藍點咧，一種嘅縫布嘅地圖包喺很牙來誒。是你兒子哦，本來看一下嘛。等開幕給你張做的咯。这当然是启赞的儿子啊！这古厝咖啡，他付了那么大的心血。凯琳，看你这个设计还蛮典雅的耶。应该说典雅，还带有一种古朴的感觉，还让人觉得时光倒流的感觉。英辉，你觉得呢？觉得什么？就是我们凯琳大师伟大的杰作啊！不会查，还不错。算了啦，你们不用再勉强他说了。其实这间咖啡厅，英辉也给我很多意见。对了，我得去赶火车，我要先走了。启赞，如果有问题再打电话给我。我会的。开幕那天要来哦。我不会来了，因为我后天就要出国啦。出国？怎么之前都没听你说过啊？我是出国疗伤的，又不是去玩。跟你讲那么多干嘛？我先走喽，拜拜。凯琳，我送你。阿爷呀，你看，呀这里啊，国风咖啡。我送你去车站吧。多走这趟路，也不能改变已经注定的结局啊。
好意我心领了。虽然我要的感情你不再给我，可是我还是要祝你一切顺利。凯琳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你要好好保重。我会，你放心，我没有这么容易被击倒。幸福哦！你要加油！英菲，凯琳这位，我要知道，有一个都无情嘅人无？系啊，啲都市风，唔就爱学到俩。做唔得对骗人挺好，
讲痛到个花，讲痛到个感情。你嘛，个台北个客家人哦，迄唔讲客家话的。我以后骗人用的讲法个用的，去了解骗人去个上马街。真紧啊！俺用当做咧挽着的饭菜哦来落实。你喺外巴休上家下，你态度是获得的生存条件。还记得我来了家，看到了位个人，听到了位乡亲讲的话，就本来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个感觉，我也讲不出来的。像吃到了位个人，对我来讲，一种说是按多年的。你嘛，有一个做咧坐下来，做咧。做咧听听一条戏，唔是找个按用蛮耐去流浪嘅素材哦。这个茶条，曾经唔知。也做咧寻到寂寞。其實唔係嘅話，你邊永遠就係人家故鄉啊。宋诶，我按欢喜呢，你又从转来就应销啊，哎用东奇怪你哦。啊，唔知啦，去记到太人的秘密。哦，太人的秘密哦。哎呀，姐姐，阿休想你嘅秘密咧？休想你那有乜秘密啊？哎呀，嘅阿英飞啦，阿珍的啊，佢哋用啥用老讲愛してるの？拢讲乜嘅啊？愛してる。愛してる。係啊，拢講乜嘅啊？愛してる。哎，什麼是講說的冇啊？不然咧，哎，阿叔妹，你點啊？佢哋用啥用老佢講嘛？哎呦，說水果啦。好來。哎，阿耀總啊，咩講過愛留嘅做肥嘅藝術，還有嘅公共業結強下，哎用啊，你還唔記得係？你是冇像一種做嘅夾棍哦。哎，我平常時喺啲做嘅形象宣傳，對唔對？迄講搶可能係一種做夾棍天天哦，挺實力咧。你都話說，我喊請嘅記者來哦。講唔講？哎呀，
阿叔做嘅暗号嘅艺术品哦，无人知，计咪听大嫂，当然用到记载来宣传一下呀。看唔出来300人还一正经的哈，齐有种。不能做黑啊！阿廖总啊，你其实让我听下来，让阿叔学顺一下。唉，你阿妹迄阿爸哦，英梦定哦，较认真地位，较正经地位，你莫阿叔妹，安用嘅想法哦，听唔到石头的啦。佮做嘅饭做嘅，卖嘅饭卖嘅，迄两条路线无共用啊。唔做哪嘛个卖啊？无上个东西哦，叫要切甲不出来嘿。吃先生，无差型嘅先生，用安用蒙面哦。你那我面。本来就系啊。你看阿叔较会做，阿爷较会地啊。哎，要你用风吼，我去激强下，就真去风不啦，喊较多人知哦。晓得啊？唔晓得？较会地啊。安用啦，拜问一下，安会地嘅神城铺总。你行系了做点乜嘅？宣传部长哦，建议齐先生天天去写一篇文章哦，送出去，让人家邮冲大下广告，对吗？写一篇文章。系啊，无好抢啊！伊3人做哦，咩事啊？对啊。阿廖总啊，你其实又变神宠扑宠了哈。记讲嘅啊。记住讲伊较会地啊，会地。不过唔讲嘅哦，写一篇文章，咩有道理？唔系有道理，听错有道理，唔系伊有道理啊。係啦。你不能做黑啊。見行見也。好嘅哦，睇下較生意嘅哦。邊邊行哦？天天行啦。係啊。睇下看哦，掠出係哦，放音從富養嘅蔬菜哦，還記得掠到小嘅哦。新疆出走的看到呀，我以前留嘅放音蟲嘅幼蟲不用啲掠，等佢哦孵化成係放音蟲嘅成蟲都得看到呀。咁唔用嘅喏。你嚟幹嘛嘅呀？可能睇下哦，全部反應呢，然後睇下向我來請放鳥場好嘛？你冇笑啊？冇笑。冇笑。來啊，去放鳥場。你阿辦風嘅時候嘅100條呢？係啊。喝茶。多大？我聽眾唔會信你，不要人講，聽下來。因此都對我來講，那勇士就做啲老包袱嘅，看起來。第一個素材使到另外一個素材，不過今日我吃到嘅
无论其迄嘛概念，总要有一个素材，一个迄条的素材。就算我做的嘛，那油油压压，都米哦，还来转来，转到了个迄条嘅所在。阿贤呢？阿贤呢？你进来哦。用的啊，土地爱好坚持红茶，还是要好掉物个啊？唔对哦，俺做嘛无糖的，把意思去买茶条哦。人总迄想，我得多买个东西，去做过一遍。你讲是无？了哈，迄讲正经的，还迄伫咧讲笑啊？迄讲正经的。刚来出去重新来看两个人呢。佮讲笑咧？讲笑哦。刚来出去用对付阿妖种的方法来对应。你用乜个方式对付阿妖种？想试看哦。好啊。唔是甲讲好的哦，无关爱。阿妍啊，来，你看。乜嘅啊？你过来，你看。你係乜嘅啊？阿金凤，你看有奖冇？有，伢个形象看唔出来，俺优秀啊！你看呢，迄你小本爱种点心的，俺啊本记啊，看着很好看。也是自然啊，也是简单，也是耐看。俺就爱买得会花花草草，俺用咋好看啊？用玩笑就做得了，自由了，你隔壁就好的嘛。好嘞啦，是啦。要不然唔要拍你做唔得事嘞哈。来。哟，爷爷啊，听我来啊，没事不管啦。来来，那冇事啦。
忙还是不去的？紧用的啊。有团契啊，听说迄位都感情的烦啊。唉，无来就无来，你来啊，将人家超好样的。含来生人哦。好嘞，这个是啊。计阿公伫天当讲，娘要攀地，连通演的啊，袂啊，迄无。平时的复查，要再过考一次复试，免还给。阿凤。太天。